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咱做伙读圣经。这个单元我是代班的主持信息。今日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的题目是被福气追随的生命，被福气追随的生命。讲到这个题目，咱可能会安尼问：谁遐尼啊好，会当叫福气约咧走？咱自细汉嘛拢叫老师来甲咱教，讲啊，福气爱靠家己去追求啊。所以咱嘛拢真认真拍拼，伫咧过每一天，后期待早日会当来约到这个幸福。但是咱是毋是捌想过？有一个所在啊，伊安尼讲，咱只爱做某一件事，咱就会靠福气来追随。而且啊，这个所在又搁讲啊，福气啊，其实啊是咱去约嘛无一定约会到的，因为咱只爱去求一位掌权幸福的神，咱去做伊欢喜的代志，互伊来赐予咱福气。安尼，这个时阵啊，咱就若像靠福气对着同款。啊，记载这件事的所在咧，这就是这本圣经啊。所以今日信息要甲大家做伙来读的圣经节，就是《申命记》28章第1节到第6节。《申命记》28章第1節到第6節。每一擺信息讀到這段經節，都會想起家己是偌幸福的，因為會當互神來賜福，佇咧信息50歲時陣，會當無憂無慮來自社會退休，而且即馬嘛做了阿公，是安那會遮爾啊幸福？想起來都感覺真感謝神，因為咱嘛無做啥物特別的代志，咱只是逐工照起工讀聖經祈禱，照神的吩咐去行，神就真正互信息去福氣啊，就咧走。好，咱即馬就做伙來讀這段聖經，《申命記》28章第1節到第6節。第1節，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伊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伊必互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的身上。你佇城內必蒙福，佇田間嘛必蒙福。你身所生、地所產、精生所落，以及牛犢、羊羔，攏必蒙福。你的翁仔甲你的糯米盆，攏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這段經文是佇咧講，只要咱謹守遵行神的命令，就是將聖經中神愛咱做的每一件事，攏認真去做好。就那親像守安息聖日，是必奉獻、敬神愛人，照神的吩咐去對別人好等等。然後啊，神就會互咱超乎萬民之上。因為一般的世間人是用人的標準佇咧做代志，但是咱今日是要用神的標準來做事。神的標準絕對是比人更較懸，因為神比人更較有智慧，所以咱啊照着神的方式去做，就會比一般世間人的做法更較高明。毋但安尼，咱閣會靠福氣啊來約咧走。這是什麼意思呢？靠福氣約咧走，哪會這麼好？靠福氣追隨的意思，就是咱想會甲福氣，神就賜予咱。毋但安尼，連咱無想到福氣，伊嘛要賜予咱。迄種感覺，就若像咱靠福氣追隨同款，感覺這個福氣啊，若真像這個蜜蜂啊，一直咧甲咱約着同款啊，攏咧咱的後壁面啊。這追隨咱的福氣，
会互咱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咱拢知影，最近伫咧台北的车站发生一件又恐怖又悲惨的事件，造成袂少人的伤亡互人非常的艰苦。虽然这件代志了大家咧各种网络媒体互相提醒，讲假使后摆若搁再一摆拄到这款的类似的代志，咱会当安怎做来保护家己？但是咱拢知影，既然这叫做意外，都是伊会伫咧人无想到会发生的时阵来发生。既然想袂到，所以当咱拄到的时阵，往往都袂赴来想起来安怎去做，安尼要安怎来保护家己呢？这个时阵信息就会发现圣经中的这句话：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真重要因为会当有这款福气的人，伊就会真正出也平安，入也平安，这样呢是偌尔好的伫咧这追随咱的福气当中，伊佫讲到一件，就是讲到咱新所生嘛要蒙福。什么是新所生？都是咱所生的囡仔，咱今日做父母的，总是会为囡仔来做真侪设想。但是不管安怎搞设想设想总是难免有不足的所在。这段经文其实是咧讲，咱只要好好遵守神的命令，好好照期间来行神所欢喜的代志，嘛安尼来教导咱的囡仔，安尼神就要来照顾咱的囡仔，互咱的囡仔同款来蒙福。简单来讲，按照圣经所讲的，一个真正爱囡仔的父母一定会愿意完全来遵守真理照安尼去行。好，安尼咱即马就来做一个见证。即马信息就奉主耶稣性命做见证。伫咧阮的教会有一个家庭，囡仔一出世这个家庭的父母就将认真用圣经的真理来做教导。一开始呢是用迄个圣经故事的故事册来讲给囡仔听。当囡仔长大了后，就陪囡仔逐工来读圣经。到了星期日的时阵嘛会利用时间全家来做伙分享迄天来读经进度中的故事。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是一个国小的老师。有一年这个职务的调整，伊对这个级任老师正做科任的老师，而且还佫带学校的合唱团。这个新来的校长呢，爱想办法，互学校会当比赛来得名。问题是这间学校的合唱团将来拢毋捌得过名过，所以互这位姊妹压力真大。当到了第一遍要比赛的时阵，这个姊妹就叫全家爱帮伊合唱的比赛祈祷，所以全家就拢为妈妈来认真祈祷。这个合唱团较早咧比赛进前，拢爱佫加练，都是爱利用星期六，还是星期日，或者是假日到学校加强练习。所以伫咧这边的比赛进前，学生的家长嘛同款来甲这位老师讲咱是不是星期六嘛来加强练习？咱这位姊妹这个时阵就甲家长、甲所有学生讲，我是真耶稣教会信徒，阮守的是安息日的这个教会，所以星期六一定要甲教会聚会守安息日。所以咱星期六都无要搁加练哦。咱大家平常较认真的，安尼就好安尼知无？结果比赛时阵，咱这位姊妹发现，
今日唱的那比平常好这么多啊，心中就安尼咧想这一定是神的祝福。伊就甲神祈祷讲：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么爱我。真正伫咧这边的比赛当中，第一遍摕到特优都是第一名，甚至要代表台北市来参加全国的比赛。自伊变了，每一年的比赛都拢摕到特优，当年拢代表台北市参加全国赛。全国的比赛的成绩虽然无每一届拢第一名，但是时常嘛拢是特优。总是伊甲伊的先生拢甲囡仔讲，这是主耶稣的祝福。你看，妈妈真正照着圣经所行去做，都是逐工留意来听从主耶稣所讲的话，读圣经来谨守遵行伊一切诫命。伊真正就互咱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伊嘛要叫福气来追随遵守命令的人。即间将来拢捌得到名次的学校，为什么伫咧咱的姊妹来带这个合唱团，就会当一直得名？是咱的姊妹较厉害吗？也是这的学生这个时阵变厉害咯？其实啦，咱拢唔知影啦。咱的姊妹只是星期六无加练，而且安尼颠倒减少真侪练习的机会才对啊。讲起来成绩应该佫较歹才是啊，只是因为遵守安息日，平常伊佫认真教导伊的囡仔圣经的真理，照神的吩咐陪因读圣经，建立因的信仰，得到神的欢喜。所以神真正照圣经所写的应允来祝福互伊甲全家拢被福气追随。伊的囡仔嘛真正伫咧生活当中，时常感受到被福气追随的生命。即马已经拢毕业，目前嘛拢有真好、真稳定的工作，会当来守安息圣日，来做神的工。今日咱嘛会当做伙来享受这个被福气追随的生命，只要咱开始天天来读圣经，认真去看圣经中教咱做的代志是什么代志，然后照起工认真去做，相信咱嘛会当亲像圣经所写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咯，今日就甲大家分享到这咯。刷咧，咱要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是我这生上有智慧的选择。借着读圣经，得到你智慧的建议，我愿意遵照你的吩咐，做一个正直人。因为你要祝福互遐行事正直的人，我嘛要常常到教会参加聚会、唱诗、祈祷、读圣经。因为入到你的殿中，阮就会当得到力量、得安慰、得到倚靠。求你按照圣经所写的来赐福气互阮，互阮被福气来追随。求你继续保守阮。无论阮伫咧倒位，只要阮向你祈祷，求你拢互阮会当平静安稳，满得你所赐的福气。最后祈求你看顾保守亲爱的听众朋友，互因会当甲阮同款，对你来得到福气。愿将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予咱的天顶的爸。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阮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就将要完成了。假使你若对今日的节目
内容有感动想要分享，或者有啥物疑问，拢会当伫咧留言区甲阮来分享，或者来提出问题，嘛会当将节目分享互亲情好友。嘛欢迎你会当到咱徛街附近真耶稣教会来甲阮做伙查考真理。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空中再相会。